你好，西門子。你好啊，好高興同你傾偈牌，有咩需要幫忙？介紹下自己。我係西門子，你嘅智能家庭助手，可以幫你控制燈光、電器、播音樂、設鬧鐘，仲可以管理各種智能設備。一句說話就搞掂晒，有乜需要隨時話我知。你可以幫我把廚房的燈關了嗎？好嘅，已經幫你激活咗，打開、關閉廚房燈，場景廚房燈而家應該關咗啦。你能幫我把客廳的燈打開嗎？好嘅，已經幫你激活咗，打開、關閉客廳燈場景，客廳燈而家應該開住啦。現在貓咪的房間的這個溫度是多少？貓房而家溫度係17.7攝氏度，濕度60%，電量得返15%，要充電啦。謝謝你，把所有的燈都關了吧，我要睡覺了。好㗎，已經幫你閂咗所有燈啦，祝你瞓個好覺，晚安。